样思考福起来嘅，我係唔一樣。幾多國家都遇到同樣嘅問題嗬，如係人口高齡、少子化、城鄉發展唔完，大家都想去基建，我用嚟基建當然我後生係很幾多家鄉，亦所以講很許多鄉下石頭路啊、帶啊，安尼能有好基建嘛？啊，安尼今日咧裏邊咧，如果啲拍到，而係高雄人，唔係行人，唔係美濃人，唔過咧，而係辦公室。睇美濃哦，而睇美濃已經是在講工作嘅5年嚟哦。啊，我哋今日都邀請伊來分享伊經營嘅美濃聚落、美濃聚落哈。我哋分享嘅係陳家宏，家宏好。嗨，大家好，我叫家宏，那我来自高雄美容，那我在美容成立一个办公室，然后叫美容聚落的品牌。那因为我们在做一些有关聚落活化跟街区活化的工作，那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做的事情，那也期待说未来有更多的青年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啊，一起加入我们这样。谢谢家宏来跟我们分享哈。我刚刚有跟观众朋友说，你不是美浓人，然后也不是客家人，却在美浓工作，而且你刚刚说我来自高雄美浓，很有趣哦。你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就是你在去到美浓之前，你在做什么？我在去美容之前，其实我跟大家一样是正常的上班族。那我在义大游乐世界里面上班，对，真的，对，我就在里面上班。那后来我觉得，好像有点被局限我的工作的能力跟我可以再多做什么。你原本在那边做什么？行销企划。对，我就是做企划的，因为我大学是读数位设计的，那我对企划有兴趣，所以后来我就应征上了义大游乐世界，在里面上班这样。对，然后后来，但是我做了大概将近快1年的时间，大家都说你怎么会辞职了？这样。对，后来我觉得说，因为好像被大公司体制下被局限了，那我觉得就后来又转换跑道到一间高雄的行销顾问公司里面做一些企划的工作，那开始接触到美容这个块土地这样。对，所以后来因缘机会就是开始陆续做一些政府的，比如像农村的品牌辅导计划或者是行销活动企划这样的工作之后，我发现好像可以再多做什么的时候，大概花了3年的时间，到现在就自己跳出来工作了。对。你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稍微讲一下，就是你当初去到美浓，对，做的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当初去美容，就是因为政府有一些企划案，那我们进入到美容跟一些店家合作，那比如像帮他做一些店家改造计划或品牌育成的计划，这些等等也是有关设计的。对，那我们来做这些软性的辅导，那政府支持他们青年创业或者青年落地这件事情。对，所以大致上在这几年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不一定扎根在美容，等于是我们有哪边有案子，我们哪边就会去。因为比如我可能接到屏东的案子，那我们就会去屏东。那我去到台南也因为台南的案子而去这样，而不是说我真正落点在美容这个地方。但是回归到现在，我们是真的把办公室，就是我自己开公司，那我创立办公室在美容，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关系，让我们更贴近地方的声音，或者是知道地方在做什么事情这样。对。不过你去到安岛的 Viso 嘛，你去了很多地方，弄最米黑现体米弄，为什么最后选美容？应该这样说，我觉得美容的这个农村保有它最后一点点，我觉得它的文化氛围啊，或者是它农村的氛围，对我来说是很舒服的。那我也看到它的优势，就是说，它距离其实城市没有很遥远，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那其实交通也方便，生活机能也 OK。那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宜居的地点，这样。所以我们期待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真的是扎了一个点？那我们的种子慢慢的发芽，让青年更多人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动，这样。对。你刚刚有讲，去到美浓过后，感觉做对我嘛嘅，还做得多做一些东西。就你去到美浓以后，你觉得还可以多做一些什么？你到美浓以后，你看到有嘛嘅黑，可能是很缺乏的东西，所以你觉得你还有可以心有余力还可以做的事情？对，就是说我们到落点之后，其实我一开始进入的时候，其实也遇到很多的阻碍啦。就是说，比如像地方人就觉得说，你不是美容人，那你来这地方你想要做什么？那你为什么年轻人好客不工作，那跑来农村，你也不知道要干嘛？但是其实我自己心目中都有对美容老街有些规划跟理想。那我们开始盘点街区的资源，就是说有什么店家，那美容有什么青年，
那有什么品牌，那开始慢慢的跟他们连结跟合作，开始导入我们自己可以提供的一些资源跟设计能量，那开始跟这些青年的合作，然后等于是说我们从开始到，其实一开始我没有办公室的，对，因为那时候其实找据点对我来说也是压力很大，我也没办法付这个租金。对，那到后来就是我们慢慢做的时候，从2019年成立公司行号之后，然后到2020第一场的春节市集，那到3、4月的封街，然后到一直做这样的计划的行动了之后，开始慢慢的大家有发现我们在做的事情是跟以往地方的社区啊，或者是组织做的事情是比较不一样的，而是我们有导入一些美学的设计、城乡人才培力这样的工作内容进来之后，慢慢来串联这些青年。对，所以我们的族群其实很明确，就是青年跟街区还有聚落的发展这样。对。很多讲到周围也重要的事情，像有封街，还有市集这个都是你成立米农聚落以后做的事情。对，没错。为什么叫米农聚落？米农聚落其实我是翻作就是米农的旧地名，米农嘛，米农的这个地名。那因为现在美容的米其实很有名，147号米。那我觉得我们就把这个品牌当成就是一个有点像是田地，我们慢慢的灌溉插秧，让它从秧苗变成米。所以米农聚落是汇集整个美容的这片土地的那个肥料资源，然后灌溉而来的品牌。所以其实米农聚落其实不代表只是我单独的个人品牌这件事情而已，它是汇集的就是我们现在合作的对象里面的大的品牌，就是等于是一个地域品牌的概念，这样就是说找到我们，其实你就可以知道美容有很多事情可以发生。那美容有在做一些新形态的美学设计的工作，这样对，有点像是这样的概念去孵化这个品牌的。你刚刚说不代表个人品牌，对，表示你一块是一定你去美容，对，你一个人去美容，对，我一个人去美容，都没有磨盘呢？没有，我就自己亲年下乡到美容，而且我不是返乡，我就是下乡到那边创业，因为我想要用我自己的自身经验去跟大家讲说，其实你可以到农村工作，你不要被地方局限，这样。对，没错。那你可以跟我们再共享说一些，你做成立那个米农聚落以后，你做的事情，像一开始你去办市集，还你做的替代。对，这应该是说啊，我们其实成立这个品牌之后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像我们在街区策展一些街区的活动。那有办祭典活动，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城乡人才培育的工作，这样就是说，我们导入一些外部的资源进来，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别人在各地也都有在创业，那你们可以学习他们经验去做这些事情，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陪伴，我们除了就是去调查地方的品牌，然后帮他们曝光，上线，这样等等。那后来办到后面，我们开始跟社区有结合，帮社区成立一个品牌。对，帮社区办活动，那也让他知道说，其实美容有这么好的社区。那额外就是我们又去开创了，就是说做了街区的盘点，对，有空间，有那个故事，那这地方发生过什么事情，这样开始调查这些事情。其实很多我们涵盖做的太多，而且我们现在做到就是说，等于大家会请我们规划地方的微旅行这个概念，这样，对，就是说我们开始整合，可能我们每次请人家请我们规划行程或者是旅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人家盘点说，可以去到哪些地方，那我们就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给大家。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的是，并不是在地方说，我只是想单独跟你合作而已，而是实质上我可以把资源共享给你们。对，好多在浏阳以前屯嘉宏有大嘴古行啊，有问伊讲，我哋有想讲，其实米农有去压榨好上人的组织的。亚洲的亚年呢，不过假分讲，以做的事情屯以南，其实有一些目共用。我感觉我们外围的人啊，可能不是很理解。嘉宏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你作为亚个组织，你的宗旨，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很像是我要让地方的人产业可以活下去。对，有点像是其实我们在做的主轴，其实一部分就是我们族群其实很明确，我觉得做这些青年的事情，就是目前在美容的青年留下来的这些青年品牌，或者是想要回乡创业的青年，这两个是我们的主轴。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街区有主题性的美学设计的规划这件事情。所以其实
应该这么说啊，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涵盖整个聚落的发展，然后街区的创业啊，街区的活化等等这些工作，我们目标会在这里。所以你看，我们办个市集，那办个品牌育成工作，那品牌孵育这些设计、这些等等的工作，其实都是为了这个聚落在发展而做的，而不是说，我今天是很大范围去做，说我要涵盖整个美容。要做到怎样？其实没有，我们其实很聚焦式的，就是我们发展我们聚落，把聚落做好，让大家可以看得到美容其实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对，那也吸引更多年轻的人，年轻者移居来美容，或者是来下乡做创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提倡的这样的目标。对，当然你说我们能量还能不能到，就是让这青年落地或者是创业这件事情让他们活下来？其实这段时间，其实我们都还在努力中，我们也不敢说。一定要让他们怎样很成功，我觉得不需要，而是让他们看到美容有这个可能性，然后他们有兴趣来做这件事情。这个自发性我觉得还蛮重要，就起心动念是好的，我觉得我们是在提倡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会并不会说，可能我们一直在提倡说地方要怎样，地方要怎样，不用，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规则。那地方的组织我们也是和谐共荣。那大家如果有合作的机会，我们都非常欢迎这样。对，就迄嗰种有一些像那种好像一个枢纽吼，以连接资源啊。对。不过爱过上一地，爱相信向前面过上一地，伊在后上嘅家下能认识上些，一定人来都面咯。伊弄咁做一条事情，伊开始用来做，人哋了一下听过来参加家父。分享到進來福喜來嘅，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來賓係睇美濃經驗、美濃村落嘅陳家富，哈，好多家父有講到講，你是60歲家下，一代人家庭許多人生地不熟的美濃，沒錯。咁你儂會提講，你批嘅第一件事情要做乜嘅？應該其實我們一開始進去的時候，其實第一件事情就是認識大家嘛。而且認識大家的過程其實是我覺得蠻辛苦的。但是其實我覺得美容好的地方是一開始其實有一些店家也不是美容人，那他們也是進到美容去創業，那我們就開始先跟這些人接觸，對，從他們開始，從我們據點式的去集中認識他們這件事情，然後談一些合作的可能性，那街區要怎麼發展。那街區要怎麼活絡？去了解他們，對，去了解他們的需求，對。但是我覺得了解需求以外，並不是說我來幫他們做這件事情，而是說，或許我是一個大家的匯集點，但是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匯集的方式，去創造新的活動出來，讓新的設計的想法出來，這樣。所以就是一開始前期當然是認識這些店家人，然後透過這些店家，然後慢慢的介紹出去，說，這個地方有我這個人。就是有我的家紅這樣，對，然後你們可以來就是互相的彼此認識一下這樣，對啊，漸漸我們再去跟老店家又去認識了，對，但是我覺得就是有點像是里長伯的概念啊，就是說每天你到美容的時候，其實你一直在跟大家打招呼，就算沒有聊天，你還是剛剛會跟他說，你早安啊，你好啊，今天這幾天有發生什麼事情啊，就是慢慢的跟他們培養感情，對，但是我們培養這個感情不是為了目的性的去接近他們，而是說我們就是一同生活在這裡，雖然我沒有住在這裡，但是其實我的辦公室就在這裡。那我每天跟你打招呼是理所當然，就是把美容的日常變成我現在的日常，這樣。對，我覺得是這樣的關係，而不是說，我今天是因為有事情才找你，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對，因為我覺得農村好的是，它有很多人情味這件事情，所以其實大家彼此打招呼的時候，那個信任感跟關係就會建立起來，這樣。所以就是慢慢的這樣，把我這個大家彼此認識的空間越來越多，這樣。你就一3年去做一條事情啊？對，就每天都在做重複的事情，很長啊，就是真的很像里長伯哎。對啊，就是可能到了這個地方，我要認識新人，我就開始跟他培養關係，這樣。對，雖然你也是年輕人，找一樣是後生人的店家，可是你一等人只有過去，一等上婚人，好陌生人。對，你要怎麼說服他們說，我一等人我有資源？我做對團的合作，團的天數，
你要怎么？应该是这么说，我们不会跟他们说，我们可以帮你什么，而是说，或许我有一些想法，那我跟你讨论说这样做可不可行，那你愿不愿意去改变这样的事情？对，或者是你现在的方式要不要调整？那我们去沟通讨论。那我并不是说强迫他要改成我想要的样子，而是说，交流想法。我们交流想法，但是我们让这个机会点更大的曝光出来，这样对，透过我们的能量，或者是透过你自己的想法，那你原本就想要做，我们只是来帮你加成，对，加速你的进行，这样对，有点像是这样概念，说去完成一件事情，这样对。不会去搞朋友哈。对，有点像交朋友这样嘿，所以我们跟关系地方人其实到现在合作都变成好朋友啦。也不是说只是上对下的关系，我觉得不太需要，因为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独立的品牌，对。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应该是要这样的起心动念这样子。可是我一开始你其实有些像填调哈，你自己也要做一些填调。对，当然这个。刚刚我们也得点解他们的需求，然后你屯熊给差不多吗？还是有一些差异？会有差异，对，因为每个地方每个店家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有食衣住行，每个食衣住行就有各个问题啊，就是比如可能做食物的，他觉得他想要调整自己的口味，或调整自己的形象。或者是自己的美学，这些我们就可以协助。然后住宿的话，它空间能不能再多一点活化这样？对，所以等会有这项相关的问题这样。对，所以我们会去按照他的需求，然后去提供可以合作的方案或方针，那去帮他解决这样。对啊，我们就可以同并行。对，也不是说他们一定是我们旗下的，没有，他平常还是自己在营业。对啊，我们需要合作的时候，他们就会站出来说，我们一起来这样。对，我们按到的点解，大家需求冇共用。对，我用嚟想讲刚来也下我先来做一个市集。对，然后主题係乜嘅，然後針對乜嘅需求，係用嚟想嘅。是幾個部分嘛，就是說我們之前在做的時候，其實是店家一起協議在合作做這件事，因為那時候其實老街店家只有大概4家左右，都含店家含老店家大概4家左右。大概其實你說這樣會吸引到更多人來嘛，其實很難。對，所以後來我們發現說，那我們可以先做一些小市集的活動，那我們從10家開始招商招募。對，我們自辦哦，我們自辦沒有拿任何經費再去做，對，那我們自己辦營啊，自己去規劃，那我們就從第一場的市集來，帳篷還是跟別人借的，對，啊，所以我們就開始辦店家前面的市集，這樣就是招募10家美濃的店家，招募就是對，就有興趣要擺攤的店家，這樣美濃在地的，或者是可能奇美九鄉鎮附近的店家，他們有意願想要來擺攤的，我們都可以招募。對，那時候其實是因為沒有經費，所以我們採取收費式的進行。對，要進來擺攤是要錢的，但是一開始你沒有人潮，沒有人，那你整一家一家去擺。你這個要罰錢哦？自己花錢？對，其實自己花錢也是有啦，因為我自己投資就是本來就要投資了嘛，對，然後我自己在做的時候，一開始其實我們是冒着要秉持就是我們不要賠錢就好，就我們還是可以辦，但是其實那時候是辦10家、20家，大概這樣的數量而已。對，到了3、4月，我們就又開始號召一場新的市集活動，真的是以封街為目標去辦，所以那時候就號召到將近40家的店家。對，但是40家的店家其實我們只封了一小段而已。對，那我們就開始這樣做啊。那時候剛好疫情的發生嘛，所以就就想說到底要不要辦？但是大家那時候是期待我們辦的，因為那時候因為疫情剛剛很辛苦，那我們也說好啦，那就辦，那把空間都拉大一點，整個老街，整個美濃的老街就讓它形成封街的狀態，那大家去玩個。對，那開始有了這樣的號召之後，其實我們中間又有停了一下，因為疫情就變得嚴重了。對，到了6月，其實我們把我們的市集場地不只是在老街呈現，而是在美濃的下莊水郡的地方呈現之後，我們搭配一些藝術燈飾啊，跟社區共創這件事情之後，大家慢慢知道說，我們市集是做得很有美學、很有品質的，而且是在農村哦，這麼遠的地方還收費，還自發去辦這樣。對，然後我們就開始有這樣的號召力。對，到了夏季的活動就是晚上的市集，也是我們辦的，沒人做晚上的，也就我們首創第一次做晚上的活動這樣。對，那後來我們在那邊做完之後，我們就又回到老街，12月的時候
再办了一场，冬天大家就知道美容有萝卜季嘛，然后冬天就很多农产品就出来了嘛，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以冬游为主题的小市，就阳光小市，就是我们现在的品牌。对，那我们这场号召大概将近90个品牌进来到老街，整条老街就是被我们封起来了。对，整个老街连在地的居民就说，哇，没有看过老街这么像老街的感觉啊，就是整个两边都是摊位，然后是很优质的品牌，这样对，所以我们市集这件事情就开始慢慢形塑成美容就是一定要来的活动之一。对，那但是我们其实到后面就开始在筛选一些市集的风格，让他们慢慢的进化，就是透过市集的方式，让他们美化自己的摊位的装饰品啊、品牌啊这件事情，慢慢的呼吁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期待是加入我们市集的人，可以让他们的商品得到进化，就是说有一些新的设计啊、新的摆饰啊，或形象的部分得到提升。对，并不是你只是单纯来参加市集这件事情而已。对，那我们还是一样秉持的就是继续收费。对，但是我们合理的收费，让大家知道说，缴费是可以让市集的品质可以维持下去的。对，到今年过年，其实我们还有做一场就是以回乡为主题的市集。对，然后我们办在更偏僻的地方，就是美容旧桥的对面河堤旁。对，然后就是靠近第一戏院啊。对，那时候我就想说，死定了，没有人。刚中马要投给 AV 手，为什么要挑那里？因为那时候应该想说过年回乡，大家怕塞车。那街区大家车流量蛮大的，所以那时候想选择就是更安全的地方，但是更偏僻的。对，那时候想说，会不会没有人来？会担心。对，其实会担心，但是想说，好啊，那就尝试看看。我发现，我们小市的魅力还蛮惊人的，就是说，大家会为了它而来，而是走到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更被看见。原本第一戏院根本没人知道在哪的，很多人都知道了。我觉得我们就是有肩负这样地域活化的功能啊，就是说，来到这个地方会让人家知道说，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情这样。所以现在已经是多到你可以筛选了，对，可以挑选了。对，就是说我们会尽量的去挑跟农村美容或者是地方有相关的东西，像可能美容的陶艺啊，美容的那个插画家，或者是美容的一些新的染染的品牌，这样这些等等的，我们就让它加进来，这样对，就是让农村市集这件事情颠覆他的想象啊！我觉得就是说，不只是你在农村办市集的人有这些吃喝玩乐啊这些，而是有一些文化的意涵跟认识这地方的工作在里面，而是让人家来的人可以在我们市集停留至少4个小时左右。对，对，很久至少我们期待是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但是确实有这样的功能性在。对，就是大家会一直逛，然后坐在草地上听歌听音乐，因为我们还有安排表演。对，而且是回乡青年回来表演，我们还提供这样的舞台给大家，这样，对，很特别。多多家份公道啊，以提面农作为安道的事情吼，也希望各有成绩的。不过呢，我想嘅第一路係以啲人等人通馬來到人生地不熟嘅地方，結果係傾向大家，聽說有幾多困難哦。人哋了一下聽過來聽到家份一度多嘅哪條困難？非常多種來福起來嘅，我哋今年有請到嘅係美濃區落嘅陳家鳳，吼，頭家鳳講到幾度，以睇美濃作為一條市集，營造營台旁，吼，越來越大，越來越有規模，就是比較有主題性這樣。可是以前講到一定有遇到幾多困難，你講我後生人啊，我睇家鄉做事情，其實一定會遇到長輩。可能會有很多質疑，因為世代一定有差異。尤其你有外地人，你是一個外地人跑到美濃，那對長輩來說就想說這個是誰？感覺唔識，唔知係哪個人。那你有沒有遇到像這樣子比如溝通要花比較多時間？其實有啊，這部分在地方做這些規劃的時候一定會遇到，但是其實我覺得人是良善的，就是說當你用心去跟他溝通你想做的理想的目標這件事情，那當然地方老一輩人一定會覺得說你先做嘛，你做做看嘛。當你做出一定的展望的時候，他們就會
这个年轻人好像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是只是来这里喊喊口号而已，是持续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秉持一个信念，就是说，当一次不行，我继续跟他沟通。那我沟通到最后，我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也诚挚的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他们就会慢慢接受我们，这样就是说，这个新的可能性是有的，它并不是说昙花一现，或者是只单纯做一场活动就结束了，而是我持续会跟他们沟通这样的事情。对，所以其实很长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长辈并不是不好沟通，而是你要有耐心。我觉得是耐心这件事情，那让他们慢慢的知道，我们在做活动是很有品质的，而且不会造成环境脏乱这件事情。对。不过几难的都是，系啊，唔讲我有耐心，你就会做出成绩。不过头都唔讲唔做很多事情，对，你那有可能一定唔做啊，你前面都有盘哈。当然啊，就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创业到现在，其实说，我们自己人多，其实主要都还是自己一个人。但是当然时间是很弹性，是安排出来。但是你其实大部分一天的时间，基本上都要花在做这些规划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你真的有时候也是忙不过来。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们做到后面有发现一点，就是说，慢慢的从一个人，那开始连接了地方的青年，就是有年轻的朋友就开始说，嘉宏哥，你需不需要帮忙？那你自己要办的时候，需不需要人手？那他们就会出来帮我。对，然后到现在我们也连接地方的青农，他自己在种田，但是他愿意出来帮我们。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搬东西的时候，或者是载东西的时候，他们愿意提供他们的车子，然后帮忙布置、帮忙协助这样。对，是一起，我觉得有点像是慢慢的变成大家在共创这件事情了，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对，因为他们知道说这件事情对美容是有展望的、有希望的，这样，那我们就开始有这样的互动。那其实我讲的很坦白，就是我们用心做，大家看得到。对，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的是这样。你说我真的要再去，目前一个人量要去养一个员工，或者是养在地的青年，我觉得还是有点辛苦。对，但是我觉得在彼此可以共享资源下的去合作，我觉得这是未来一个合作的方案。对，所以我觉得我蛮期待更多的青年来加入我们的这样。你睇下歌场当中有想要放弃过哈？你说放弃吗？我倒是都还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放弃过那种念头。但是我会一直期待说，我想要把这个地方变得再更好，那突破我自己的设计。对，挺辛苦的是哪个事情啊？我觉得最辛苦应该就是活动结束后的撤场。对，活动就是整个结束之后，你已经也是坍塌在那边了，但是你要把这个地方恢复到原本的生活样貌，就是说我们恢复环境啊、整洁啊，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办环境是非常的 OK 的，就是没有脏乱，那回归正常的生活环境给民众或者是地方的人，我觉得这件事一定要做好。那用得起钱哦？钱吗？对啊，钱要用的钱。钱的话，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做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我们会有一定额外的案子可以做。对，就是比如像一些私人的设计案啊、规划案啊，这些是我们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其实我们回归到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想做，那我们花我们自己的资源进来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办事情我刚才讲嘛，以不赔钱为主嘛，我们在最小的资源下办到最好的品质。这样，我们是以这样的目标去做的，而不是说我想要透过市集来赚钱。其实我们市集，大家去往我们的粉丝专页看，其实收的那个费用根本就是支撑一个活动而已，它也不会有额外的人事费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期待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跟街区有共荣啊，但是我们自己也要过得好，才能帮到别人嘛。所以其实我现在还可以坐在这里，代表我现在还 OK。对，但是我们也期待说，未来真的这个街区活络之后，大家可以赚钱。那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团队持续来做这件事情，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做的啦。对。不過彭家分工伊喺面能做嘅事情，你已經幾多嘅。對。不過你其實係一條事情冇去賺錢，你去配備賺錢來做亞的話。對。為什麼？為什麼你願意？就是美濃到底對你有什麼吸引力？它保有很多的文化跟传统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目前看到的是说这些东西确实保留得很好。
但是它没有被转化的可能性。但是我就会想要做这种挑战性的事情，就是说，既然它没办法被转化，那我自己想办法来把它转化出来。就是说，让大家看到客家文化其实不只有，可能只有南兰、纸伞这些，而是地方的这些人才是主角。我们以人为出发，就是说客家的文化，我觉得不用多说，就是这群客家人，我觉得这还蛮让我感动的。就是说，他们有这样的精神，有这样的毅力，持续在家乡努力着。我觉得我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出来。那我觉得你说有没有什么魅力啊？倒是就是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日常已经变成我的日常了。所以我们很常在做一件事，我今天如果什么都不做，其实对我来说不会有影响，我也可以活得很好。但是如果我没有继续经营这个品牌，米龙聚乐这个品牌，它就一下子就消失了。对，那如果我们持续在做，它或许没有成功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很常讲，现在的事正在发生，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地方正在发生，所以发生就会有外溢的效益，这样的东西出现，所以会更多人会看见我们在做什么这样。对，你有想过黑美安的，因为我想啊，黑美安的个性，对，就是刚好你去的第一个地方是美浓，对，如果你去的是别的地方，你可能也会为那个地方做这样子的事情。可能是哦，我觉得可能是哦，就是说，我觉得到一个地方其实也是缘分啊。对，当我今天踩到这个美容的人，我觉得它很不错，我觉得很有保持我很喜欢的生活风格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何不让它继续保持下去？那但是我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以用兴趣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不是一件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吗？但是你是高雄市起台耶，其实是都市长大。对，故说细时节对于美浓这个地方这样子的地方，其实没嘛个印象。对，哦，就是其实从小到大对美浓的印象就是一样嘛，就是去到那边吃板条嘛。然后逛一下那个客家文化村嘛，这些等等的地方。但是后来我自己进去到那边工作，或者是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发现其实美容有很多很美的地方。对，那它的美能不能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现在所期待的。而是我想要创造这样的环境，让年轻人更多年轻人到美容来，那他可以用云端式的方式工作，或者是用他的专才去为这片土地贡献这件事情。但是你贡献不是无偿贡献，而是你透过这样的技能，让你可以有自己创业的可能性，或者是经济来源的可能性，这是我们想做的。这样对。你睇美浓讲5年呢，係咪？对，5年了，对，5年了，差不多。要5年了，有冇嘅影響過詞呢？就是大家很情意相挺呢，有没有什么小故事？小故事哦，我觉得就是像我们之前在街区第一次办比较盛大，就是12月那个赏市集，对。那当然陆陆续续很多人想要开车进来嘛，那我觉得大家习惯了，但是我觉得很好很棒的一件事情，地方人会自己跳出来帮我做义交啊，就是说现在这种不能进来哦，你们不要硬开哦，这样对。之前是他要开进来，我还真的没办法挡，对。但是到现在他们说，就这段时间其实封街是不会影响大家交通的，那大家也回到最舒适的环境，就是散步逛老街这件事情，所以地方邻居会自己跳出来说，帮我就是指挥交通，我觉得这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做的事情，地方是有认同，对，有支持，但是我当然不可能满足全部的人，一定还是会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反对的声音不好的地方我们检讨，但是只要80%的人愿意支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有继续做下去的可能性跟理由。这样对。你当初来到美浓啊，係會 set 天目標的哈，比如講1年要做多少呢，2年要做多少呢？你會設定這種目標嗎？其實到現在會，就是說期待說我們今年嘗試新的合作方案，或者要做到怎樣。可能我們現在就是有點像是把聚落美容的永安聚落這件事情分成上妝、中妝、下妝來看看，就是3個妝頭，但是它會長出就是跟我們想要規劃的樣子，就是可能有一些主題性的發展啊。當然就是大家敬請期待，就是看我們慢慢做啦，就是說。我们不能说把我们想要做的先讲出来这样，但是我们会期待说慢慢的去转化这些东西，就是说把地方的好，让透过不一样的形式让大家更知道。对，那我们也自己的能量其实现在是足够的，对，但是我们也不会说一直只是单纯做小市集或者是做这样，我们还是期待更多人到街区里面来创业，有个据点这样。对，我们还是期待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你有按算过你会睇美浓1久吗？你有想过你会在美浓多久吗？
还没有，可能是一辈子了吧，我觉得。真的假的？你现在才几岁？对啊，可能一辈子啊，可能这个就是我的地方，我发展的地方，但是我当然会期待说，他10年后长成怎样子，20年后是怎样子。哦，你胸都暗一暗哎。对，当然啊，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我就是把它当成我一生的志业来看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做，我也只能努力做啊，我也不可能说，我还在去别的地方做，不太可能。对，我就是想要把这个地方弄好。那当我们把这些能量准备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美容出发，扩展到全台各地，或者是甚至亚洲，或者是海外？这些地方把我们的经验输出到那边去的话，那我觉得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未来的目标啦。对，就是说跟海外有一些连结，或者是各地有一些连结这样。对。永清堂都安有一个远见，安有热情的后生的，会不会一直觉得他在讲政见，好像应该要出来选什么这样子哦？比种做法，希望嘉宏杀下来嘅计划路会顺顺利利。对，感谢嘉宏今日来到现场。好，谢谢大家。就是说有机会，大家欢迎来到美容来找我们，这样对，可以搜寻我们的粉丝专页美容聚落，谢谢。好，多谢嘉宏，美感谢永清的收看，了解下听评论欣赏做运通。各位乡亲，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係王真祥，定係偏係潘先生，也偏係蔡先生。今日教大家人的運動呢，係刺激導演，請鄉親可以來同我哋共下來做。今日呢教大家人的運動呢，係握拳爭氣，請鄉親呢，大家人呢同我共下來做。首先呢，我哋呢腳胸要打開來。打開來呢，我哋呢數卡拳頭，都我哋搖一下，我哋都搖一下，我哋先起張來哈。我哋呢數出氣嘅時間係推氣頭，頭出來；數入來嘅時間呢係氣頭吸氣，數呢出氣，氣頭頭出來，放入來係吸氣，哈，也係握拳爭氣。過來呢，我哋數過來，我哋呢腳。也係企到嘅，我哋佢打個法是蹲馬步，蹲馬步，我哋先練我哋嘅大腿嘅力量，我哋睇人講運動心臟，大腿係天然粒心臟，所以我哋大腿先嚟企上嚟，數哪嘢好，企一下呢，我哋數伸出去，拳頭出去嘅時間，氣頭頭出嚟，放入來嘅時間，氣頭入來，出氣嘅時間。氣頭出氣，放入來，氣頭入來。咁佢話講，我蹲馬步，我腳骨樣樣解釋，我哋唔怕，我哋出氣嘅時節顧下來，順入來嘅時節企起起來，出氣嘅時節顧下來，放入來嘅時節眼神打起來，也係我哋企高高嘅，可以再高下一些冇可以嚇，再高下一些，我哋出氣，拳頭順出氣，放入來。出氣，放入來，然後主要呢係練我哋嘅腳力，我哋嘅腳力係好咧，我哋嘅心臟都好。我哋出氣時節，好，出氣時氣頭跳出來，放入來時節同氣頭吸入來，出氣時節氣頭跳出來，放入來時節氣頭出入來，過來呢。先同他跟人講，注意地方，注意地方，我哋呢眼神，譬如講，我嘅眼，我行通唔方便，我可以坐頓等嚟望，觀眾朋友也可以。如果人行通唔方便，我哋為了要訓練我哋擘嘅，我哋呢眼神比通，我出嘅時間氣頭跳出嘅時，同我哋呢氣頭嘅左氣排出來，吸入來新鮮嘅空氣吸入來。出氣嘅時間同我哋嘅左氣排出來，我哋吸入來同新鮮嘅吸入來，我哋坐等咧可以做冇？可以，坐等咧示範講啊，我坐下去，我數我嚟放出去，我拳頭較過有力啦，撞出去，我放起來，有冇？我眼神將坐等咧，我用我肩頭
镜头可以唱嘛，唱我哋记头摆年，我说技术的讲，我记的送出去，放入来，送出去，放入来，咁我可以通作个介绍嘛，可以。坐顿顿呢，我哋可以做安尼通作，做安尼通作呢，係乜嘅？係幫我哋咧結眼神、心腸，講我哋咧兩個下念骨頭，比如運動到左右安尼啲嘅天堂，安尼天堂呢，咁我坐頓咧無法度，像我哋祈禱安尼做，唔怕嗬，而家又係做坐倒嘅動作。坐倒嘅動作，我哋都做安尼，一個輸出去，一個輸入來，一個出去，一個入來，所以也係坐倒嘅動作。我哋祈禱嘅呢，可以用嚟，可以先練分解動作，藝術可以發出，按過我腳無法度斷，顧下去，我先練祈禱嘅，祈禱藝術插嘅嘢嗬，術插嘅嘢嗬，我顧過下一些。我顧得到安尼，我先練一下我哋嘅腳力，我哋腳力係練有嘅，記得我哋坐下去嘅時間，我顧到嘅，我哋嘅膝頭，注意地方係膝頭唔可以安尼顧。我哋有人講，剛我練腳力，個安尼顧，安尼係唔錯嘅哦，因為我哋安尼顧，實咧力頭係頂我哋嘅膝頭哦。我係按思維向向個安尼顧下去。我喺呢頭頂我哋咧腳盤吼，所以我喺腳盤那會夠有力，我喺膝頭那會夠耐，所以喺做嘅時節，我顧下去動作都要注意我哋咧膝頭吼。我示範一個嘅呢，我都先安尼練咧講，可以哦，我都先安做，可以。我喺數那標嘅搖嘅吼，我喺卡鉗頭嘅數標嘅搖嘅吼，我數純粹嘅時節，我盤我哋咧左氣排出來。放入去嘅時節，吸一個新鮮嘅空氣入來。我輸出去嘅時節，我吞氣頭出去。我放放入來嘅時節，吸氣。按顧人講，咁我下多安尼，我腳骨樣一樣嚟做，腳骨樣唔怕。我哋出去嘅時節顧下去，放入來嘅時節吸放入來。我另一隻數出去嘅時節顧下去，停一下，我放放來嘅時節吸放入來。安尼係兩隻腳循環，比如順嘅，安尼咁冇安樣。所以我哋安尼出去顧嘅時節，停一下，放開來時節，眼神起放起來，我哋咧腳休息一下，再出去顧下一下，停一下，放開來，休息一下。安尼我哋咧腳慢慢嚟訓練到，我可以個發力哦。嗰發過後呢，我哋再顧過下一些些，顧下一些嘛，仲要記得我哋咧膝頭唔可以超過我哋咧腳趾哦嚇，膝頭一超到我哋咧腳趾邊咧，我安尼，會我哋咧膝頭會舒爽，所以喺我哋一隻醫，傾落嘅時節，傾落行，坐等咧坐下去嘅時節，有人講我會打風橋，一樣咧，眼神向前面一些，安尼我哋穩咧。先企穩咧，練我哋咧用兩隻腳有力咧，我哋那開始做握拳正氣一個動作咧，係我哋一個練我哋咧腳力嘅時節，都出去嘅時節，同我哋氣頭咧，透出來，吸放入來嘅時節，係吸氣，同我哋咧新鮮嘅空氣起來，出去氣頭透出來，放入來。跳起，氣頭吸放起來，所以我哋可以做一道行，唔可以做一道行，唔多做一道行。比如講，剛才安尼，腳架兩下腳有幾樣咧，一樣嚟調整我哋嘅眼神。同樣可以調整嘅方式，可以講啊，我出氣嘅時節，顧過下一些，我停一下，停過久一些，我放放嚟時節，我再起放嚟，起時節冇大汗出。冇去按講，另一隻數顧出去嘅時節，我顧過下啦，也係訓練我哋咧腳嘅抬腿嘅力量，我哋咧啲腳係有力，我哋咧心臟應該心臟都強，再放放起來，起放起來，我哋咧一下一下練我哋咧腳力練我嘅，我哋咧心臟都夠強。
也係教向前的一個方法，嚇。安尼都講調整我哋呢兩隻腳，可以更有力，心臟更好啊，所以都係顧個好啊。當我哋係講啊，可以講啊，我可以顧久一些了，咁我唔是用北方咧，我都一次一次，嚇顧下去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安尼，我哋呢眼神咧會引來引去，我哋呢心臟咧都會更有力。安尼一次一次，過到有讓我抬腿個好一些了，我哋都慢慢嚟加強我哋嘅運動嘅時間，我哋運動嘅時間加強我哋嘅腳力呢都會個好，也係我哋做嘢嘅心臟講法嘅一種嘅用意講啊，訓練我哋嘅腳力，所以我哋嘅腳力呢係一種按顧嘅時間提點。有人講假安尼錯，我安尼顧係應該顧唔下，我腳無力，我按樣嚟做，我可以教他講人講啊，我哋等呢坐下嘅時間，好同樣我哋呢呀，師傅可以同一下，好，安尼同一下係種啊，係我哋呢陽白骨。利用我哋嘅陽白骨送出去，也係坐定咧。陽白骨送安尼做嘅時節，我哋陽白骨兩個陽白骨會痛，安尼會痛咧，所以我哋都會按摩到我哋嘅心臟，也係一個方式。過來咧，我同觀眾朋友講啊，連續動作咧，做一些示範連續動作，俾觀眾朋友看一下哈。坐下去。也係一下一下，也可以繼續嘅。也係繼續咧，我講繼續又加到骨串咯，咁我哋要再起行起來撩一下過後咧，我哋要再坐下師傅坐下去。再坐下去，等再一下，順嚟來。順嚟嚟過後呢，都連續嘅嚇，連續嘅都左右做一下嚟。一個動作都要個激烈一些，所以我哋嘅腳呢都要練個有力啦。更加運動嚟做得多樣，觀眾朋友有記得冇？喺有記得呢，好好啊來運動，我哋嘅眼神哪會好，精神也會更加好。好好運動，係你是哪來了？